发愿为一切众生要发心。我们要知道长期我们在修持任何佛法的时候，都是前面有在发心那么听课也是一样，闻思修持三个都是在修行，所以在听课也是一种修行。那么在这个的修行的过程，也是我们必须得要不弄严厉三殊胜。那么不弄严厉三殊胜的情况下，我们第一个要发愿为众生，为一切众生，尤其现在末法时代的众生，我们不光是在末法时代从佛经里面所讲的，那么我们现在现实的这个时代上来说的话，生活上来说的话，也是可以看得出来，人类的福报是否越来越稀少，那么是不是人类越来越幸福？这些我们每一次的一种灾难就会非常明显的，平时的我们在所有的人的这种生老病死等等许多的这种一生当中的痛苦，就不讲的情况下，也是有一些突然来临的一些大灾难，这些方面就像今年的这种疫情的灾难，或者现在呢就是在世界各地有多少的就是一些战争的困难、疾病的困难，然后就是火灾、水灾的困难，这些呢就是不断的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就相当也是人间也是成为了就像地狱一样的这些的显现呢，都是提醒我们，第一呢就是无常，第二就是众生的痛苦。所以我们就感到这些事实的这个说明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加的要为一切众生发心。轮回中的一切众生曾经都是做过我们自己的父母亲在现在的这一世的父母跟过去的父母都是在做父母的时候呢，都是一样的恩德，没有一个没有恩德的。所有的父母都是有很大的恩德而且在一切众生对我们做过父母的那个次数来说的话，也是不止一次的，都无数次所以这样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恩德来说的也是无量无比的恩德，所以我们就要能够可以在报答他们的恩德，所以要度化他们从轮回的苦海当中让他们解脱。那么这些所有的众生都会有这种能力可以度化自己，或者是度化我们所有的众生。以这种的能力的话，那也不必要是一定要我们去度化或者我们去想这些。但是所有的众生都是过去的各种业力跟因缘所感到，现在呢，就是有些父母呢都是在地狱当中一直不断的在苦热这个寒热的痛苦。那么有些那个怎么说呢？父母呢都是在恶轨道当中呢，就是一直不断的在饥饿的痛苦。那很多的父母都是在那个出生道之中呢，就是互相残杀等不安的那种，一直就是有这种痛苦。那么在人类众生也好，天道阿修罗道，那就是少数的人在天道，现在可能是享受一个非常幸福的这种生活，但他也是以后一样也是会在轮回。所以呢，所有的我们的一切的父母都是在六道中的，主要是在六道中的一切的父母都是没有一天可以能够过一个安乐的生活那么没有一个众生没有达到真正的永久的幸福和永久的快乐。所以呢，我们就要更加的发愿。那么这些呢都是那相当就是天人现在就是现实上那么在这个现在在谈人的一个众生来说的话，他是过得比我们更舒适更幸福，但是不是他因为他是一个天人，所以就会获得永久过位的一种方法吗？也都没有。那地狱中的众生跟恶鬼中的众生、畜生的众生、人类的所有的其他人类的众生都，那当然就更不用讲。除了我们少数的能够可以接触佛法的摄受了有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的一些少数的弟子以外呢，
其他的所有的众生都并没有任何的方法能够可以真正的脱离六道轮回的痛苦，所以我们就是要更加的要感到，因为我们这个人类众生当中来说的话，也是能够可以学习佛法、修持佛法的众生是非常稀少的。那就是在其他整个的六道众生的数量和我们这个人类众生的数量比起呢，就完完全全没有办法比较的。那么再加上呢，就是我们学佛人的数量就更加的稀少，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学佛人每一个人都是有非常重的一个责任。那么什么责任呢？就是要利益众生，利益佛法的众生。重的一个任务，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修行不光是为了自己那么这个生活上跟在这个现实的生活上跟这个活着的时候，就是要得到快乐，不光是这样的，修行是为了要度化一切众生的。我们讲到那个郎汤巴尊者的这个故事里面讲的时候，那郎汤巴尊者，那我们就是讲过那个修信八颂嘛。修信八颂是郎汤巴尊者的他给我们的这种口诀修持佛法的口诀。那么弟子问他说：你的脸色每次都是很苦看起来都是很愤怒的，而且是很痛苦的样子，没有一点点的那个笑容那么人家的那些众生就是就私下称呼你是说郎汤巴黑脸，就是相当于苦瓜脸，就这样，就相当我们常常说就是苦瓜脸什么什么那种就是要怎么说呢，那个取他那种外号那么有一个弟子传给他的上师，就是说上师你应该要有的时候笑一笑不然就是人家会叫你就是苦瓜脸那种，就是很苦的。那他就听到的时候，我有这样说吗？对没有错我一想起一切众生的这些业力跟一切众生的痛苦，我能可以笑得出来吗？所以他呢，就是任何一个时间每分每秒钟的时间都是没有眼力为一切众生的发心发菩提心的状态，所以就是他没有任何能够可以笑出来的一个机会，因为这是他笑不出来，或者是他连长期就是拉下来的原因是，并不是他自己生活过不好，或者是没有一个舒适的生活，或者是生病，或者什么都没有，是不是他自己的心里有什么为他自己的一些不满意的那些烦恼等等，因此呢，他的脸常常都是拉下来吗？这并不是，都是完全放下了自己但是呢，就是为一切众生的菩提心，那长期就是没有失去，从内心当中一直都是有一切众生的这种苦乐上，就是有一定的感受，所以呢，就心里就是一直都是一种痛苦的这种表情是会产生在他的脸上，所以就这样，同时也是有一个菩萨就是长提菩萨。那么长提菩萨为什么就是经常都是他流那个眼泪，经常都是在苦？为什么苦？一个菩萨为什么苦？就像刚刚前面讲的一样，也是为一切众生，知道一切众生这么的痛苦，这么的怎么说呢愚痴，这么的无明，那么这一个菩萨怎么可能不会流眼泪呢？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要站在什么样子的角度看这些菩萨的发心？我们是学习菩萨的行为的，我们就是学习菩萨的心，学习菩萨的行为，学习菩萨的生苦义的一切功德。我们是一个人，但是我们要转变成一个菩萨，我们要转变成一个佛。我们现在是一个众生，但是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变成一位菩萨，变成一位佛，这叫什么？这就是修行人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同样的，就是曾经在无比殊胜的一位菩萨，就是巴智果杰他给我们以慈悲的加持，他的慈悲的甘露就是普贤上师言教。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法呢，就是在大圆满龙泉新水的
前行法的主要的这个部分，就是有共同外潜性和不共内潜性。当中呢，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共同外潜性。共同外潜性方面呢，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无常的方面。那么无常的方面，我们上面已经讲到了一些部分，然后就是现在呢，就是我们在讲那个苦乐也是无常的，从这里开始讲。所以苦乐也是无常的，这个可能是在你们的那个答本上的第38页吧，是不是？第38页。第38页，你们可以看课本。苦乐也是无常的，有些人上半身什么？有些人上半身生于富裕快乐，下半身贫穷潦倒因潦倒。贫困。有些人，等一下啊，上半身痛苦，下半身幸福。也有些人上半身为乞丐，而下半身变成国王等等。譬如灭了日巴尊者的夫妇，上午为儿子迎娶新娘大摆喜宴，下午房屋倒塌而痛苦哀嚎的悲惨情形。其什么？不堪想象。等一下啊，其悲惨是不是？其喜不堪想象，对。然而，为求正法所做的苦行，虽然暂时感受了许多的痛苦，但最终将获得无上的安乐。就像往昔出世的诸佛以及密腊日巴尊者等前辈们那样，有些虽然以造恶业而积累受用，获得了暂时的快乐，最终也将会感受无边的痛苦。那么这个以上我们就看仔细的看的话，所有一切的苦乐都是无常的。当然有些人就是上半身就是比较快乐，比较富有，然后变成下半身的时候就是非常穷的，就上半身有的，因为就是人呢，就是一个人平常都是在正常的人类的正常的这种生命之中的一切生活的规范来说的话，就是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呢，就结婚生小孩，成立一个家庭。那么在成立家庭的那一天呢，就自己也开心，父母也开心，亲朋好友也开心，然后聚在一起，然后呢就庆祝。这都是自然而然在人类的这个社会上，不管是哪一国的人，哪一个民族，都是成为了一种习惯。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呢，大家都非常开心。因为任何一个动物，它开心的时候，它有一种就是开心的表达；痛苦的时候，就是它有一种痛苦的表达。那么这个是一个自然的。那我们人类众生来说到，就会讲话，可以在沟通，会传播信息。所以呢，就是在到了这个开心的那一天，就像一个结婚的期间呢，就是结婚是什么一个开始？实际上来说的话，也是一个小的轮回的开始。在我们本身在人间轮回之中，那么在人间轮回之中，我们成立一个小的家庭，那么这也是一个小的轮回的开始。那么这个轮回呢，就是一开始是很快乐的开始，很开心的开始。那么在中间的过程当中呢，当然就是在很努力的去为了这个家庭赚钱、工作学习等等一切，或者让小孩学习等等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家庭。到最后怎么去结束呢？就很痛苦的结束。
所有的轮回都是这样，而且所有的这个家庭都是这样。什么叫做痛苦的结束？那很多人一听到这样的时候，那可能那应该是离婚的人，应该是这样吧，会这样想，但也是不光是离婚的人，没有离婚的情况下，也是到最后一样的分开。分开的时候就很不原因的，感情越深越好，越就舍不得那么无论怎么样的，他就是在什么时候，等到什么时候都是要分开的。所有的聚集在一起的东西都是会分开的。人类也是一样，聚在一起的一定会有分开的，有聚在一起这么一个词，所以就会有一个分开的这么一个词。就像我们有人就会生这么一个名词，那就自然就会有死这么一个名词。所以生与死之间来说到，就生那当然是一个很快乐的意思，相当也可以是谁的家生了小孩，那个家庭是肯定会很幸福很开心的，然后希望那个小孩怎么说呢，健康平安要好好的成长，大家都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宝但是呢，他也是会在从生的开始就往死亡的路上一步一步的在走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来说的话，我们要知道一切都是无常的。那么在这个无常之中呢，就是也有很多很多的变化，就是一个人的一生之中也是会有很多很多的变化，那些变化都是只有讲到最简单的2个字里面的话，那就是无常。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无常的道理，知道无常的道理的时候，对我们起什么作用呢？就像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听这个课，我们要听完一次普贤上师言教的课，那么也并不是说只是把读完一本这个书1天就读完或者2天就读完就可以吗？我们一生的人物不光是这个样子。当然我们读完一本这个书是很好的，就是有传承的价值也有这本书很多内容你能听得懂的话也是很有价值。如果是没有听懂的情况下，你读完一本也是有相当就是读经一般的功德，这是肯定的为什么会有这种价值呢？因为呢，就是这本书一开始八智仁波切完完全全为了一切众生为了六道中一直不断的痛苦的他的母亲所写下来的，这就是慈悲的一种礼物给我们一切众生的，也是可以说我们常常知道我们要得到佛菩萨的甘露佛菩萨的加持。佛菩萨的加持是什么？我们得到的八智仁波切的加持是普贤上师言教这本书，就这么认为的话就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已经得到了八智仁波切给我们的这个甘露甘露丸也好，甘露水也好是什么？普贤上师言教里面都是甘露能够可以从生死轮回的过程当中能达到无始无生的这种间接的一个这么殊胜的甘露这是他给我们的。所以这本身的这个发愿就是这样，为一切众生给予一切众生的慈悲的一种礼物。所以呢，我们读一次是一定会有很大的功德的。加上呢，自己为什么去读这个书？因为对佛有信心，对佛法有信心，有这样的一个人，有这样的想要读这本书的起心动念，就不是一般的起心动念，并不是说没有事做太无聊了，随便看一看就像看那个小说或者是一些戏剧一样的，这个更不一样，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所以起心动念也不一样，本身的这个重点这个重视的那个方面也不一样，所以就只是读一次都是有无量无数的功德。那么读佛经也是一样的道理，读任何佛经都是有起心动念，本身就是对佛法有加持，对众生有菩提心，所以这种人才是会读佛经不然一般的人根本就是对佛法一点相信都没有的话那怎么可能会去读佛经呢？那么你无论是什么状态，你落在怎么样子的一个地位怎么说呢，地位或者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态上，你也不会去读佛经的，因为你对佛本身根本上就是没有任何一点点的相信
因为就是你跟佛没有缘，这个时候你不会想去读佛经。所以呢，就是只要是会读佛经的人，对佛就是有一定程度的信心，所以就是读一次就有功德，同样的道理。但我们现在听课学习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要得到的什么？我们要知道现实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碰到的一些修行与生活不融洽的这些问题，跟我们的生活怎么样子拿来作为修行，可以能够融入佛法，融入在生活当中，而且呢，就是在生活跟佛法的这个精髓融入在自己的心相续当中，然后怎么去分别哪一个是我们的应该过的生活，我们学佛人的应该过的生活哪一个呢？就是我们学佛人不应该有的生活，这些都要分别清楚。分别清楚以后，好好的去修持，好好的去使用的话，一切行为都是可以变成为佛的行为。这个方法是从哪里得到？那么我们在从佛经里面要得到，从课本里面要得到从听课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听完课的内容，我们自己去好好的分析。佛所讲的一切法都是非常殊胜的甘露，但是我们所了解的部分呢，就是10个人去了解，那会有差别。有的人觉得了解的就是很彻底、很到位的，那有的人就并没有那么的到位，甚至有的人就是反效果，完完全全误解错误。所以我们听课的时候，前面就是有讲过听课的方式，那么我们必须得要上下不能错妙，然后就是程序不能颠倒，然后在那个内容跟解释不能有误差以这样去学习。如果是有这些的时候呢，一次一次的去问然后去重复的学习，达到真正的这个答案之间呢，就是要努力的去学习，这才是对的。所以我们就从这里面讲的是非常简单、非常清楚，所有的人都是常常会看到的，而且是在每一个人的身边经常发生的事情，相当就是在苦乐无常，很简单。但是呢，曾经我们有没有去为这个有没有去思维，苦乐到底是无常吗？那无常的原因是什么？什么叫做苦乐无常？今天如果这个变成一个名词，我们站成一个作为它呢，就是作为一个相当题目来，我们就好好的去思维一下，好好的去想一下，然后就帮他写一个文章。那有没有想过这些？所以听课呢，就是要起这些的作用，我们一定要想。那如果是苦乐无常，你如果是这个方面听不懂的话，那就有这边很多的比对。有些人上半生呢就非常幸福，是什么意思？一开始从小到大健康快乐也是出生在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好的地方比较好的环境父母双全，教育各个方面也是顺利正常的培养，结婚生子都是顺顺利利的，那就这种人是叫做幸福吗？当然叫做幸福，就幸幸福福的。那么在以后呢，后来呢，老了以后呢，相当就是小孩也是个个都是分家，也不怎么听话然后自己身体也是一年不如一年然后家产也是越来越稀少，也没有能力赚钱，也没有能力工作，没有能力赚钱，能够可以老了自己能够养活自己，有一点点这样的积蓄的话，已经是很不错那在这种时候也是不知道后面还会发生什么，还有老跟死还是在后面，这种时候呢，是不是不幸福但是这些都是一种自然的变化，所谓的无常就是这样的。所以这种时候呢，怎么去面对？也不能是说一开始在好好的时候，不能说认为我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我就是
那我就今天的幸福可能应该是永远都是，而且是会越来越幸福，会这样想的，那也不对的。我们一定要知道认识自己的现实的状态，因为过去的一切对你没有用。你曾经去吃过一个非常好吃的东西，今年你没有吃到，或者今年你肚子很饿的话，没有什么吃的东西的时候，去年你吃那个非常好吃的那个，对你有帮助吗？对你的身体现在有帮助吗？对你的这个怎么说呢，饿肚子的问题现在能够可以解决吗？没有用的。所以主要是从当下。所以在佛经里面所讲的修心呢，就是都是看当下不要去过去想，一定要往以后想。过去的一切只要忏悔，那么今后呢，就我们必须得要去下定决心，要好好的修持，往前走，能够可以改变所有的因缘，这就是佛法。所以这些都能做得到的主要的这种原因是什么？无常，观想无常，观修无常是非常殊胜的。那么这个里面有所提到那个弥勒日巴尊者的伯父上午为儿子娶媳妇的这些方面，那我们就可以不用讲特别多，因为这些故事你们可能应该也是会听说过的嘛。弥勒日巴尊者的故事很多人听说过，所以今天不需要重复的讲，因为这里面来说呢，也是要做了一个例子。自本作人着康中